各位观众朋友，身体真正要注意衫的穿好少，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，阴暗到明仔透早上介寒。气象署阁提醒讲2月初7，也就是后礼拜六会阁有冷气团来报道。今嘛是伊讲这个强度呢，可能会比即阵阁较强，北台湾差不多伫咧13度。顶雨中未少人听雨伞，伫门口咧排等开门，也互商场正做雨天，大家拢爱去的所在。北部天气湿湿凉凉，拜一透早全台上气温出现伫马祖东引，敢若8.3度。本岛各地平均温度敢若13到18度之间，加上一直落雨甲冷空气影响，民众出门依然感觉是真寒。你湿了之后，就体感温度会比较低嘛，对。那我觉得其实。相较于前2天来说的话，今天确实比较凉一点，湿湿冷冷的，不太舒服。在大陆冷气团影响之下，初一中部以北既然拢落雨进行，华南分系通过，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雨势更较明显，北部既然落雨时间也较长，相关时间点就伫初下半日到初日透早。气象署提醒，伫初7也有一波冷气团会影响到，温度会更降低。我们预估可能跟这一波的冷气团强度相当，或是再更强一些所以可能造成的低温可能会在礼拜6或是礼拜天，可能在礼拜天的时候温度会再更低一些。那也有可能北台湾的气温普遍来到13度左右。2月初7就要进入节气立春，天气有啥烧热有啥寒，气象署指出。华南分下水期按算伫拜一透早了后，豆豆减少，星期一南会转做热云，拜一开始转做偏东风，拜3到拜5落雨转雨。各地天气相对稳定，暗过中南部一下温差扩大，温度回转来依然爱摄氏0.度无好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